创立将近30年的冠南生技公司，秉持品质第一的经营理念，从田间管理、产物契作、各级加工、生产制造、冷链仓储到研发行销等，每个环节都是一条龙管理。国内许多食品大厂也几乎都是冠南的客户。近年来，冠南也将产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。阮冠南是咧做水果的全制成加工从田间管理、契作到初级加工、深度加工、研发，然后生产、制造、包装、仓储。我们目前冠南是在国内是一条龙的产线。那我们在国内相关的食品大厂，只要有使用到水果原物料的，基本上都是我们配合的客户啊。那我们目前在外销的国家里面，目前主力是走日本跟美国，那其他的一些贸易商出口国家，其实遍布在欧洲或者是美国，都有相当多的客户群。冠南生技从一开始的水果初阶处理及加工制造，演变到后来可以依照客户需求，整合产品原料投入生产，并持续投资先进器材，为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水果相关产品。我们以往都是在做从水果的初阶处理初阶原物料、果丁、果汁之类的。那后续因应客人的需求，我们再慢慢的把客人的需求整合到我们的产品原料的优势里面。那随着客人目前随着市场的变化，客人的需求以及包装规格会越来越多变。那也开始我们慢慢的在投入一些更自动化的设备，还有一些先进制程，可以来因应客户的需求，那来提供。虽然一样是水果相关的产品，但是以更多样的包装角度来给我们的客户。冠南生技公司以品质第一、永续经营为理念，严选国内外优质水果，从田间管理、专业加工、冷链技术等，层层把关每个环节。而他们的坚持也没有白费，近年来也将公司产品成功打进国际市场，是国内水果加工产业的隐形冠军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